當耶穌行咗第一次嘅增加5餅2魚嘅奇蹟之後呢，好多人都想擁護耶穌為王啊！但係經基話耶穌係催逼佢哋上船去對岸嗰度，而自己呢獨自一個人祈禱。耶穌常常都向天父祈禱嘅，亦都表明耶穌嘅國度唔屬於呢個世界，所以佢寧願選擇孤獨咁樣祈禱，亦都唔願意受到世俗名聲嘅誘惑。跟住福音呢亦都記載耶穌喺岸上睇見嗰啲門徒啊，因為風不順啊而搖腦甚苦啊。即使門徒未能夠按照原定計劃到達啊，但係佢仍然主動咁樣走向佢哋，亦都顯示咗耶穌對門徒嘅關懷同埋主動嘅拯救。呢個呢，其實係耶穌嘅第二次證明佢有征服大海嘅能力。先前喺馬竇福音嘅第8章23至27節，佢曾經平息過風浪，並且安撫喺風暴之中膽怯嘅門徒。而今日嘅福音情節呢，亦都顯示咗耶穌就係掌管天地宇宙嘅主宰。佢能夠自由咁喺海上步行，同陸上步行一模一樣。而喺馬爾谷福音嘅第6章45至52節呢，亦都講過耶穌步行海面嘅情節啦。當時嗰啲門徒呢，冇法接受眼前所發生嘅嘢。經文係咁講嘅，因為嗰啲門徒仲未明白關於增餅奇蹟嘅事，佢哋嘅心都係好遲鈍嘅。但係馬竇聖史呢，喺呢度係加入咗一個好生動嘅小小插曲，就記錄呢，就以伯多祿為門徒嘅代表啊，喺戰略之中所做嘅嘢，因着信德克服咗恐懼，同埋耶穌一起都能夠步行海面，提升咗佢哋薄弱嘅信德，從而使到佢哋有能力呢去宣揚耶穌就係天主子。嗱，點解行走海面係咁重要呢？嗱，喺猶太人嘅思想裏邊啊，海就象徵好混亂嘅黑暗同埋死亡。大家如果睇翻創世紀嘅第1章呢，講到天地萬物創造時呢，係咁記載，佢話喺起初天主創造呢個天地，大地嗰陣時仲係混沌空虛，深淵上呢仲係一團黑暗。佢話天主嘅神，即係天主聖神啊，喺個水面上運行啊。原來喺舊約裏邊呢，啲人係冇法控制海嘅，只有天主能夠掌管。譬如喺約伯傳第9章8節經文係咁講，佢獨自鋪張諸天，步行海浪。意思就係話只有天主可以喺海上行走嘅。當耶穌喺海上步行嘅時候，猶太嘅讀者呢，自然係會明白到呢個唔係一個普通嘅奇蹟，而係天主嘅行動嘅出現喺我哋嘅人間。嗱，步行水面呢，最強烈嘅啟示就係話天主之所以有力量，因為就係天主親自臨在喺耶穌嘅身上。呢個呢，今個主日嘅第一篇讀經啊，同埋福音嘅經文呢，強而有力咁樣帶出咗天主嘅威能。無論係暴風大作、裂山碎石、地震、烈火、波浪嘅顛簸，或者輕微風細弱嘅風聲，都喺天主嘅掌握裏邊。但係佢對自己嘅子民呢，卻係愛護有加，不離不棄嘅。所以頭先聽咗之後呢，如果將呢頭先聽第一篇厄里亞發生嘅一切自然現象呢，如果拍成電影呢，我諗亦都不亞於以前十誡裏邊梅瑟帶
嗰啲以色列子民過紅海嘅震撼性不遑多讓嘅。亦都正如好似喺聖詠第77篇嘅17至21節，佢話大水一旦睇見到你，主啊，大水一見到你就恐怖啊，連深淵汪洋亦都係戰抖啊，雲天大雨傾降，烏雲發出巨響，火箭滿天飛翔。佢話你嘅雷霆喺旋風之中發響啊，閃電亦都將整個世界照亮，大地驚惶失措而又搖蕩。佢話你嘅道路雖然經過海底，而你嘅途徑雖然穿過大水啊，都冇顯露出你嘅足跡。你曾經藉住梅瑟同埋亞郎嘅手掌領導你嘅子民，就有如領導群羊。嗱，另一點咧，喺今日我哋睇到有兩段嘅嘢，似乎係唔相同嘅，甚至都有啲張力嘅經文。譬如話第一篇喺列王紀上，先知厄里亞咧，佢走到去曠野，當時咧佢嘅身心俱疲啊，佢經歷過咩啊？聖經話烈風咧、地震咧、火焰，但係經文寫得好清楚話，天主唔喺其中啊。最後天主喺邊度啊？喺輕微細雨之中向佢顯現啊。而喺今日嘅福音，馬竇福音咧，嗰啲門徒喺海上都遇到風浪，佢哋咧係驚惶失措啊。喺呢個時候，耶穌卻係喺海面上行走啊，甚至到平息風浪，顯示佢對大自然嘅權能。表面睇嚟，一個記載話天主唔喺風之中，另外一個嘅話耶穌係掌控呢個風浪，係咪好似有啲少矛盾呢？睇深一下呢兩段嘅經文，正好讓我哋更加認識天主啊。其實點解啊？天主唔係等於風浪，佢係只係掌握風浪。喺厄里亞嘅經驗之中咧，天主唔係嗰個震撼嘅自然現象啊。呢個亦都提醒我哋，天主本身唔係一股嘅力量，唔係一種嘅現象，而係一位位格嘅主啊。但係喺福音之中，耶穌卻能夠命令嗰啲風同埋海啊。呢個顯示到天主唔係風浪嘅本身啊，但係佢亦都係風浪嘅主宰。今日咧，我哋好多人去諗住去尋找天主啊。佢哋就算教友都係㗎，佢唔係揾天主本身啊，揾天主嘅奇蹟啊，追求一啲震撼嘅經驗啊，一啲奇蹟，一啲佢內心嘅感覺。但係聖經一頭提醒我哋，天主唔係一定喺最強烈嘅感受之中啊，佢往往就喺最安靜、最細微之處。咁點解厄里亞聽到呢個細雨，而嗰啲門徒咧就睇到奇蹟，一個安靜，一個好震撼，因為佢哋所處嘅處境係完全唔同嘅。第一篇厄里亞嘅處境係咩啊？喺當時佢心灰意冷啊，佢想放棄啊，而當時咧佢所需要嘅就得到天主嘅安慰啊。而門徒咧，佢哋喺海浪之中啊，非常之恐懼驚啊，而佢哋當時需要嘅咧唔係安慰，而係咩？而係信心嘅保證。所以天主對呢兩批人咧嘅回應係唔同嘅。對厄里亞嚟講咧，佢輕聲細語啊，重建佢嘅信心；而對嗰啲門徒咧，天主係以權能嘅行動，要穩定佢哋嘅恐懼。呢個亦都俾我哋在每一個教友一個好重要嘅啟示，就係話天主唔係用同一個方式對待我哋每一個人，就好似我哋睇醫生都係㗎，醫生開藥唔係個個一模一樣㗎，睇按個別嘅情況啊，同埋按我哋嘅需要咧嚟到天主走喺你嗰度。佢話耶穌喺夜更四更時分啊，大概清晨3點至6點之間係最黑暗嘅時候，
亦都提醒我哋喺我哋生命嘅最無助、最黑暗嘅時候，天主仍然掌握我哋，並且會及時嚟到幫我哋。喺唔可能之中，呢個神蹟咧，亦都象徵住信徒可以效法主啊！喺艱難嘅處境之中，就好似記載喺海面，佢哋憑住信心咧，完全睇似乎唔可能嘅任務，將不可能嘅變為可能，因為喺天主嘅手中咧，樣樣都係可能嘅。最後做一個反省咧，嗱，今天嘅兩段聖言咧，邀請我哋最少做兩件事。第一，讓我哋要學習喺靜聽之中咧，聽到天主嘅說話。每日我哋俾一啲時間咧，安靜一下，放低，甚至到收埋我哋嘅手機啊，冇聲音發出，讓天主嘅細語咧可以進入我哋嘅心。第二，喺風浪之中咧，仍然係能夠信靠天主啊。當你面對困難嘅時候，唔好淨係睇問題嘅本身啊，要記住天主已經喺海浪之上。呢段嘅福音頭先個福音唔單止係感動咁簡單啊，最後亦都係邀請我哋作出行動啊。第一，讓我哋作一個1分鐘嘅靜默嘅習慣，每日找1分鐘又好，2分鐘又好，短短都好，讓我哋安靜落嚟，對主話：主啊，請對我說話，培養聽見細語嘅能力。第二就係陪伴一位喺風浪之中嘅人，留意身邊一位遭遇困難嘅或者係冷淡嘅教友，正在困難之中嘅朋友呢，主動關心一句，問一問佢：你最近好唔好啊？有咩我可以幫到你，甚至到為你祈禱。咁樣呢，你就會成為主走向佢哋困難時嘅方式。願天主降福大家。